咁今年股票方面咧，原來叫先升後跌之局喎。咩叫先升後跌啦？佢可能1月入貨，咁有兩個高位，一個就5月6，一個8月8。如果5月6升得多，就套現少少啦。咁如果你發現5月6麻麻地，就8月8嘅時候就可以沽啦。咁今年嘅排位咧係火、木、土、水、金，咁其實排位同2014一樣嘅，咁只不過水同金係掉轉嘅啫。今年排第尾，即係金價嚟講都麻麻地啦。水就排第4喎，由舊年排第尾，而家升到排第4。所以賭業啊、航運啊或者銀行一切呢啲流動性嘅嘢，今年你係睇高一線就可以買少少啦。咁啊樓價方面咧，如果2015唔跌啊，我都唔知點算啦。如果2015跌咧，你又唔好急喎，因為一跌樓價又唔係跌1年2年嘅，一跌就跌起碼3、4年㗎啦。所以2015喺樓價方面係一個轉捩點嚟㗎，跌你就可以慢慢睇入市，升啊，以後我都唔睇啦。因為佢如果2015都唔跌咧，佢有機會好似台灣咁樣，因為台灣其實咧咁慢慢樓市逐啲乾升咧，升咗成20年㗎啦，所以其實就唔係奇蹟嚟嘅。如果香港好似台灣咁樣咧，就慢慢乾升，咁到時啲租金咧佢又唔會升嘅喎，因為租金同個樓價距離越嚟越遠，就冇乜投資價值啦。正所謂我全人仔都有3、4厘啦，係咪？點知買樓收利息可能2厘喎，仲要好多使費嘅喎，又話維修管理好鬼多嘢嘅喎。如果你問我暫時如果唔跌就唔睇住啦。